台北市政府规划要起5万户的社会主体，市长蒋万安是讲，伊会延续前市长的政策，社会主体推动联名指出讲，台北市离5万户，目前是搁差将近15000户。蒋万安嘛表示讲，伊要利用先增加5000里的基地来起7000户。也毋过民间团体就要求蒋万安甲基地地址公开，嘛爱伊说明讲，有法度伫4天内就完成。市长信守承诺。立法讲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要信守选前的承诺，袂当停止起社会主体的脚步。台北市政府对霍良斌、郭文德的时期规划兴建5万外户社体，蒋万安表示讲会来延续政策。不如个社会主体推动联名，针对蒋市府社体政策初步体检，有讲还佫离5万户的目标，还有欠缺14000外户。面对蒋万安有发出讲，要透过新增加潜力基地起7000户主体，自明要求就要讲互清楚地址伫咧倒位，当时要完工。到底是在第一任内要完成，还是第一任内要规划，还是第一任内要发标？这个部分，我们相信各位跟我们一样完全不清楚，所以我们希望蒋市长讲清楚。自建设展7000户的部分主要是有3大部分第一个是公办都更的部分还有国宅改建例如西宁市场，还有它的国宅改建的部分。那第二个是 EOD 的部分EOD 的部分，例如是南港区的城镇国中那第三个是都市计划变更。不是个台北的土地资源有限，需要强化都市开发。现主席透过用积摕到的社体，伊的成效无好。自明认为讲，市府应该爱检讨用积的奖励机制，袂当来轮做政商谈判的考试啊。也若有真侪议员建议讲，改用租金来补贴，反对起社体。民团嘛有提出来指控议员欠缺对社体正确的认识。社会住宅是基于公平公正的一个精神，让所有的市民都能够享有安居的生活跟权益。市长、蒋市府不要跟这些反对市宅新建的议员唱双簧。针对中央目标要达成20万户的社体，其中8万户利用包租代管，剩的12万户是由政府来起。营建署讲，一直到4月底已经有起73000外户社体，有51000外户即马正咧规划中，办批要伫咧明年的年底，当来达成20万户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